在你的那手中，将大海翻腾，波涛汹涌。我与你展翅，暴风上空，负你人作王，在洪水中。我要安静，知你是神。我灵安息在基督里，你的门使我安然心靠。当大海翻腾，波涛汹涌，我与你展翅，暴风上空，负你人作王，在洪水中。我要安静，知你是神。当大海翻腾，波涛汹涌，我与你展翅，暴风上空，负你人作王，在洪水中。我要安静，知你是神。兄弟姊妹平安，生命记是摩西伫过身前，用充满情感的话，将40年前上帝颁予以色列人的律法，重新搁一届传承予新一代的人，用顶一代真实经历过的恩典，甲教训来劝勉因，期盼新一代以色列人会当心怀感恩。而且遵守上帝的带领，喜乐承接迦南美地，进入应允的所在。这时，咱做伙来共读《申命记》第1章19节到46节，派人探测迦南地。19节，咱照上主咱的上帝的命令，对何烈山出发，经过恁所看到。迄个看阁通行的旷野，行向亚摩利人的山区，来到加迪斯巴尼亚的时，我来恁讲，恁已经到上主咱的上帝赏赐予咱的亚摩利人的山地。但上帝已经将迄个地赐予恁，恁就照上主恁列祖的上帝对恁的应允。就去承接迄个地，毋通惊，毋通论。这时，恁拢来我遮，来我讲，咱就派人先去探查迄个地，来咱报告，看咱对倒一条路，倒一个城入去。我看安尼做真好，就对恁中间经12个人，每支族一个，因就出发上山区。去伊斯葛山谷探查，因住迄所在的果子转来咱遮，来咱报告讲，上主咱的上帝赏赐予咱的是真水的地。26节，毋过恁违背上主，恁的上帝的命令，毋肯入去迄个地，搁伫恁的布棚内埋怨讲。因为上主怨恨咱，所以带咱出埃及地，要来咱交予亚摩利人，来咱剿灭。但咱是要去什么款的所在？咱的兄弟互咱实际，伊来咱讲，遐人民比咱较勇较悬，城国大国坚固，悬甲拄天。
阮伫遐看到亚拿族诶人，我就来恁讲，毋免惊，嘛毋免论因。今日伊头前诶上主，伊诶上帝，恁诶上帝会为恁交战，亲像恁伫埃及为着恁所做诶共款。恁伫旷野伫行诶时，有看到上主恁诶上帝安怎来恁养饲照顾，亲像人伫养饲囝儿，直到恁来到即个所在。虽然安尼，恁毋信上主恁诶上帝，伊一路行伫恁诶头前，来恁找安营诶所在。暝时用火，日时用云，只是恁着行诶路。上主刑罚以色列人34节，上主听到因埋怨诶声，就生气，立誓讲：这个歹势代人，绝对无一个会当看到我所立誓，应允小事恁列祖即块水诶地。只有耶芬尼诶囝加勒会当看到，故我要甲伊踏过诶地赐互伊甲伊诶子孙，因为伊全心信靠上主。上主嘛，因为你诶缘故对我生气，讲你嘛袂当入去迄块地，阮对你诶恁诶囝约书亚会入去，你着来伊鼓励。因为伊要带以色列人入去承受迄块地。上主阁讲，恁的囝儿就是恁伫想，会互人掠去，今仔日游玩，袂晓分别好歹的囝，会入去遐。我要将迄个地赐予因做产业，安尼，恁就倒转向往海的方向去旷野。41节，恁回答我讲，阮有得罪上主，当阮要照上主阮的上帝的命令去你交战。恁逐个人就大主大意，带军去就去山区。上主来我讲，你着叫因毋通出去，毋通去交战，因为我无甲因同在，才要伫因刣输对敌。我就来恁讲，毋过恁毋听，背逆上主的命令，大主大意爬上山区。住伫遐亚摩利人就出来攻击恁，亲像蜂来恁追赶，伫以东山区的河弥马来恁打败。恁就搁伫上主的面前提靠，毋过上主毋听恁的声，无要插恁。恁就伫加迪斯住一段真久的时间。读生命记的时阵，我的感想是，摩西知影百姓真正的问题是惊吓甲不安，真正的问题毋是咱前所看到的，那是咱的心思意念。伫摩西的回应内底，以色列人常常是便利。今仔日的章节内底，咱看到以色列人已经到亚摩利山区，上帝要帮助因进入应允的所在，但是百姓真正惊吓，所以要求先派12个探子去查看。当探子回报迄地所在时阵，好消息是迦南地出产非常的丰富，歹消息是迦南地人真强阁大。以色列人的反应是惊吓，而且埋怨上帝讲：上帝啊，你是毋是怨恨阮？这怨恨引来上帝生气。上帝宣告，除了约书亚、迦勒、以拿了以外，其他人连同摩西都袂当进入迦南地。这时以色列人阁惊吓了，改变主意要出兵征战。但是上帝对因表面的顺服，经过因毋通出兵征战，因为上帝无甲因同在，
最后因亚摩利人打败了。咱有时也是常常靠家己的想法，无尊重上帝的意见，无找找上帝的帮助，反倒转来埋怨上帝的大领。咱若袂记得信仰是伫关系中建立的，就亲像摩西伫坑面中，将上帝形容做老爸，带着囝儿以色列到埃及行到旷野共款，最后竟入家人地。咱的信仰历程，不管是1年、3年、10年，也是30年，也是一世人。当咱属灵生命拄着旷野的时阵，咱要如何找找上帝的帮助？伫上帝面前悔改，将家己甲未来总交托给上帝。咱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，感谢你，予阮对生命其中看见你对阮的心意。阮要对你的恩典甲教导中，搁一摆领受你的听。求你引带阮的脚步，带领阮继续往前行。阮知影你就亲像老爸同款，带领着阮一步一步向前行。愿阮所行的每一步，拢合你的旨意。阮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我灵安息在基督里，你的能使我安然心靠。当大海翻腾，波涛汹涌，我与你展翅，暴风上空，负你人作王，在洪水中，我要安静，知你是神。展翅，暴风上空，负你人作王，在洪水中，我要安静，知你是神。让海奔腾，波涛汹涌。知